后来搁来是韩国瑜就任了后，高雄港载起迎接第一批为厦门来的邮轮，有超过2000个游客，看起来哪像准备要大赚观光财。也毋过有客停车业者是真怨气，讲这游玩是一条龙的消费的模式，白班的客停车根本载袂到人客，安尼敢真正会当发大财呢？ 高雄市长韩国瑜当选之后，到大陆出访，大大的宣传高雄观光。现在终于迎来第一批从厦门来的邮轮旅客。高雄市观光局安排宋江镇表演迎接这阵人客，这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就任后头一摆有中国邮轮客来。第一次来台湾，很亲切的感觉。听说有一个什么珊瑚的，可以观看珊瑚的，会想来台湾玩一下。 虽然说4天有3项厝准备要迎接5500个为厦门来中国客，海洋局估计会使带来2250万的观光产单，看起来准备要发大财。也过业者私底下咧讲，3项厝内面拢有真侪免团费人客，若要趁钱爱带去买物件的所在。白班的计程车司机嘛咧怨叹讲，感觉是一条龙模式，再无人。计程车本身都是很支持韩市长，可是却没有得到该得到的一个效果。 高雄市长韩国瑜话讲，人入来发大财，即摆人真正入来，也毋过共款是一条龙模式。高雄市民敢真正有法度发大财？